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19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苏眉。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为着避免影响 Trump 中国访问，有一条美国买卖台湾的武器无情卡关。初二暗，台中西区甲太平区有大楼甲透天厝着火烧，加在两件代志拢无人伤亡。美军准备好势，上近拜6礼拜就当攻击伊朗。美国是呼吁伊朗赶紧甲因达成核武器协议。新闻头起先来看美国总统 Trump 证实，2月初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讲电话时阵，就去讲到卖武器予台湾的代志，详细对话内容并无公开。不过，《华尔街日报》有一篇报道讲，为着避免 Trump 4月去中国访问的行程受到影响。包含爱国者飞弹在内，有一笔美国买卖台湾的武器无情卡关。President Xi, in your talk with him recently, warned about sending more weapons to Taiwan. I have a response. I'm talking to him about it. We had a good conversation, and we'll make a determination pretty soon. Tell us about your trip. We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美国总统川普证实，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在线时阵有讨论对台军售，引起各界议论。虽然北京回应对台政策无变，不过《华尔街日报》18独家报道指出，为避免影响川普4月去中国国事访问，这项重大对台军售案就安尼卡掉咧。I haven't read the full Wall Street Journal report. I will just say, with respect to an arms sale to Taiwan, I don't have any announcements or updates on that for you today. 报道中讲到，川普政府去年12月宣布一笔110亿元美金的对台军售，就引起中国不满。传出这个月初通电会进前，美方也在讨论批准另外一笔包含爱国者飞弹在内对台军售。不过，习近平是压制下川普的详细考虑军售台湾的时机，但国防部在这个进前也未回应。这有点回到过去奥巴马时代，就是考虑中国因素，然后。累积很多我们申请的要求以后，找到一个所谓的适当的时间。习近平如果能够满足这个川普总统选举的这个要求的话呢，那么也许我们的军售会受到影响。学者分析，包含川普访中、习近平会访美国 APEC 加集团体峰会，两人有希望见面失败，其实考虑美中关系走向的时机。另外，台湾议题也无可避免会伫美中的谈判中。记者综合报道。紧张的局势来看中东。根据最新的消息，美国这站是调大阵的空军甲海军过中东，而且是已经准备好势，上近拜6礼拜就当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国是有关呼吁伊朗要赶紧甲因达成核武器的协议。Trump 是还未决定讲敢要发动攻击。根据美国有线电视网 CNN 18上新的报道，地震人士讲，最近美国在中东地区大规模集结空军和海军的武力，白宫已经得到简报，知影军方会当伫这个拜6礼拜进前，准备好执行攻打伊朗的行动。不过，有地震人士表示讲，川普私底下要同时间提出支持和反对军事行动的论点，而且向顾问和盟友定顺上好的行动方案。即马国无清楚讲，伊敢会伫拜6礼拜进前做出决定。但白宫18嘛，佫一摆呼吁伊朗政府针对核武的议题，较紧和美国达成协议。The president has always been very clear, though, with respect to Iran or any country around the world, diplomacy is always his first option, and Iran would be very wise to make a deal with President Trump and with this administration. 美国和伊朗17伫瑞士的日内瓦，针对伊朗的核武问题做3点半钟的非直接谈判。虽然伊朗的代表讲，双方已经针对主要指导原则达成共识，不过美国的官员表示讲，还有大量细节要等确定。美国上先进的航母战斗群福特号，这2天就会到中东地区。另外，部署伫英国的空中加油机和战斗机，嘛当在向中东挖过去。另外一方面，上新的卫星影像显示讲，伊朗当在加强真侪所在核设施的防御。利用南马孔和大量的土来带关键设施，应对美方的军事压力。虽然伊朗总统重申伊朗无发展核武的意图，但是伊朗的最高精神领袖哈米尼，说过一摆公开对美国来呛声。اعلام من مهم نیست. سیاست و فتوای مقام معظم رهبری از نظر اعتقادی مهمه. درشون میرسه که مرتبا میگه رئیس جمهور آمریکا که ارتش ما قوی‌ترین ارتش دنیاست. قوی‌ترین ارتش دنیا ممکنه اونچنان گاهی سیلی بخوره که از جا نتوانه بلند شه.
虽然川普伫过去几礼拜捌暗示讲，希望伊朗的政权较紧换，而且坚持讲绝对袂允准伊朗摕到核武，但是也未明确向民众还是国会来说明，讲伊若对伊朗下军事行动的命令，希望达成的具体目标到底是啥物？公司新闻警员庆编译。转来看国内消息，今仔日新正初三，袂少人出门游览，这高速公路就北落南的车拢袂少，尤其是这国道5号就北是塌甲真严重，可能会塌甲半暝。原来是天气的状况，今仔日开始冷气团减弱变小了，不过明仔载水汽会变高，真侪所在会落雨。从保暖的高压透风透早，大台北天气较凉，大陆冷气团的影响，本岛上气温出现伫新竹宝山11.7度，新北市淡水12.4度。暗晡2时开始，各地气温会回转来，这是新竹以南高温回到70度以上。暗晡爱注意一下温差较大。在回升的同时呢，像明天呢，中南部日夜温差会继续的扩大，到了初5之后呢，乃至于到初8这段时间呢。各地早晚都是比较凉。这是各地早暗较凉，这方面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地区甲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到7月可能会出日头。一摆冷空气安算伫开工之第2天，2时报道，这国道路况，初三国道双向车侪，有过全市交通量是135万车公里。特别中道、北中南区拢出现车潮，各以中立到杨梅路南路段时速比10公里较低，广告上北会塌到半暝啊。国一北向的苗栗至头份，还有国三北向的关西至大溪路段，预计北返的车潮会从下午3点、4点后会逐渐涌现。国道5号北返的民众，预期在稍晚就会有陆陆续续有车潮逐渐涌现，并持续至深夜。省道部分受大量7号车潮影响，开塞车路段除了快速公路接国道路段、观光景点另外道路，亲像北部干道甲淡水路段、中部第14架线亲像农场顶，拢开塞车。公路局表示，目前客运业者1万户，疏分量能，也呼吁大家找7号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记者综合报道。是将年间就火灾意外，这初二暗台中西区一栋大楼的22楼冷气着火，7个人掉伫咧内底，家在是拢有救出来。原来另外一台是伫咧太平透天厝的3楼天厝着火，炭烧3户，家在无人伤亡。关楼庆火宴，消防队到场唔敢大意，紧急疏散就摆的住户。10月初2暗时11点左右，台中市西区的向上路一栋27层楼高的集合式主体传出火灾，导火点在22楼的露台，公路站有7个民众受困。就是有看到那个通知，那个警报声音虽然很小，但是有警报响，然后就赶快下。烟很浓的烟，对，然后赶快叫邻居赶快一起下来。消防队发现讲，这导火点是做工课用的露台的冷气，全力拍火，火势在11点40左右拍花，顺利把7个民众救出来后，加在无人伤亡。因为阳台是直接对外的，所以它的那个烟就很明显，民众一看到就报案了，所以其实我们到场的时候很快就扑灭火势，然后人员疏散了。在台中太平锦福路巷仔内的透天厝，在10月暗时9点左右嘛庆火，在3楼铁皮加气塔物件的所在，唔知什么原因导火烧，好加在居民第一时间都已经疏散。3楼的话就是一堆杂物，那个都已经烧毁了，所以它堆积的那个火灾量应该是蛮多的。当地拢是联动的透天，火势阁炭烧到隔壁的3户，烧起的面积差不多是26平方公尺。这2个火灾详细导火的原因，阁来等火调人员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南边车头到中林路这搭，初二半暝是发生放火烧车、讲车抢劫的事件。警方查落拢是同一个人做的，一个姓蔡嫌犯已经抓到。嫌犯伫机车边引导玻璃管装的上行水，偏向代替屏东南边站附近停车场，火势拓开烧到现场的车甲货车，烧起上行水段，佫发出爆炸声音。我的车停在那边，刚好没有被砸到，他在丢在里面一点。第一个丢了几颗，然后再过去那边摩托车的停车区，他刚好丢在停车区的地上，没有波及到机车。
乌车玻璃拢受穿过白车摇烧甲臭火打。这放火案发生伫18正月初2半暝啊，4台车拢受害去。警方到场搜证，暗过洗车嫌犯毋若伫车站周边放火，个现场拿路到一间菜馆巷外口，共害2台车，甩去提倒到超商来抢劫。阮看到的时阵，伊是一定伫遐弄迄个乌托摆啊，爱问迄个来有夫人较清楚，毕竟因去用讲玻璃。超商门口玻璃讲甲脆糊糊，被抢走现金6000多，店员赶紧摒扫。警方先线伫超商附近发现30多回洗车嫌犯，将抓起来。警方第一时间立即启动快打部队，秉持报案快、到场快、处理快原则，已将犯嫌逮捕到案，现场无人受伤。全案报请屏东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嫌犯放火讲车搁抢店头，互附近店头居民拢正惊吓，已经涉嫌公共危险、用刀等真济条罪。好佳在无人伤亡，警方后续也进一步调查伊犯案的动机。记者综合报道。镜头就北来看台北南港的山地区暗台场，透早5点外着火，消防局派超过80个人去拍火，早起8点外火就已经拍花。目前这空气品质也无算歹。不过，由于是提车风尾的台北、南港、文山、新北新店、深溪、中和的观众朋友，这窗仔门都爱先关好吧，出门爱挂嘴暗。在我背后就是山竹谷掩埋场，现在透过镜头可以看到它持续在冒着浓烟。那么呢，现场有4部怪手持续在生花，一旁的消防队员呢也拉水线在降温。透早5点19，台北市消防局接到报案，讲伫南港山地区的掩埋场大火烧，消防局是派出31车83个人赶去现场，新北市嘛派人来支援。经过3点外钟的抢救，火势已经伫早起的8点46分拍花。不过，即马抢救的工作是持续在进行，今头前烧甲收深，或者火势是一粒拄着啥搁起来，现场赶快是持续在沤含泉水。那深层燃烧之后，其实我们必须要先把深部燃烧下去的这个部位先给它开挖起来，那我们就边开挖边做洒水的动作。烧起的地点是破碎家具占地区，以木材类的家具为主。好佳在一透早是无扩大烧。消防局嘛提醒伫风尾的南港木西，和新北市的中和新店深溪民众，门窗爱关好吧，出去嘛爱挂喙安自我防护。目前的空气品质在普通到还没有到不良的部分，可能尽量关闭门窗，然后出门的时候还是提醒大家戴口罩，但是安全的部分应该是没有疑虑的。山地区掩埋场除了是暂时放破碎的家具，边嘛会当看到废弃的碰层，好佳在无妨烧着。另外掩埋场的大火是家己烧起来，还是有其他的原因，阁会等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南坎溪水头东门溪河段，这车日的中昼是铺真济坡。环保局查落，确定是在加油站的洗车场，甲无处理过废水漏落溪仔内底，相当会当开300万的罚单。南坎溪水头东门溪18中昼，洋洋出现大量的水泡，稽查员伫强风内底沿溪溯源，当场就找出桃园区三民路加油站洗车场，将无处理过洗车垃圾水排入溪内底。这边常常都会有泡沫是吗？会有的时候会有，但是它一直都有臭味。你之前有看过这边有泡泡吗？有，之前就是很污浊，好像有化学剂在这边。那像你看到这些会担心吗？我觉得它好像有稍微改善一点。真的很夸张，大过年还在偷排废水，洗车场每天都在做生意，不可能不知道废水要先处理，却直接排进南坎溪里面。讲白了一点他们就是赌，根本没有人会发现。水泡对溪水拖甲真紧，当地居民甲市员烦恼，这垃圾水有强碱性或者是化学药剂，会重创水质生态，马上向环保局通报处理。巡线发现，在三民路2段某加油站的附设的洗车场，该洗车场洗车后所残留的泡沫废水未经处理，那流入溪内造成污染。环保局巡线当场查到洗车场，互含糊界面活性剂洗车垃圾水直接流入沟仔，搁流入溪中，造成污染。当场除了依照水污染防治法来告发，相关罚300万，搁命令限期改善，也强调执法无假期，不法的业者都要注意。
记者综合报道。清新的昆摩节，1980年去予日本指定做国家重要的无形民俗文化遗产，互人印象上界深的，就是大型色水花客的高瓦丁。2016年，台湾的灯会是邀请昆摩师的团队，受到邀请来台湾，趁机会嘛甲家己泡煮的纸糊工艺互相交流。咱一回来看。来自日本清新的昆摩师，详细听古纸工艺师的说明，问有作品的小解，阁有当中的手路甲美感，为着要了解家己纸艺文化，为日本来台湾参与2020台湾灯会清新昆摩师，就专工来到家己馆的铺子，要来认捌古纸的工艺。我们是把纸粘到铁丝上，然后去做外层嘛，它是要做一个表面。可是像蔡承德老师他的做法，他是变成是一个，它只是纸本身去多层次的这样叠合在一起，然后让它自己去形成一个主体，他们觉得非常困难。用膏啊将纸搭伫烟线顶面，纸夹出来的部分，佮用刀啊豆豆啊来甲挂掉。昆摩师才认真来制作台湾灯会要展览的膏啊灯，伊嘛邀请学生囡仔甲古纸的工艺师来体验日本清新的昆摩膏啊灯。会当甲咱即个台湾咱目前有的即个纸糊的即个一寡技术做一个交流，伊的工法爱当运用伫咱即个我本身制作咱即个艺术品伊即个工法爱更加好的物件，会当家吸收过来。透过这样的交流呢，彼此也可以有一些影响，然后或汲取彼此好的地方，然后学习，然后再各自用到自己的作品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机会。家己县政府表示，日本清新只有16位有正式资格昆摩师，这届台湾灯会特别邀请其中2位，用家己县配天宫的普阿妈、陈顺将军甲好爷公做主题，希望透过这个机会，我们展现在地特色，嘛互民众有机会当看到日本重要无形民俗文化遗产的昆摩高灯。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食甜甜过好年，这食甜的配茶开讲上下味。不过，其实生产一杯茶是会产生真侪碳排放。台南县府是对1年前就开始辅导茶农来参加英国碳卡车的认证，这阵已经退掉啊，将做全世界头一个有国际上认证的零碳红乌龙品牌地区。台东红乌龙伫2008年由茶叶改良厂研发推广，伊的茶汤的色水拿红茶，学一个果子香，推广到即马真受消费者的欢迎。不过，要产一包红乌龙，爱了真侪碳卡车，为着让台东茶米的生产对着世界减少碳排放的脚步，台东县府去年就辅导鹿野乡3间茶园参加英国标准协会 BSI 严谨的碳排放查证，将卡算出一包茶米对种满茶到做茶的碳卡车，并且得到认证的证书，也提供相对量的碳权减免的证明，将做全球第一个零碳红乌龙品牌的茶叶。从每一包有机肥到每一个人使用的除草机，然后再到每一度使用的电，我们都把它盘查出来，然后在最后再送到客人手上的整体的碳足迹，我们都把它算出来。我们所有的游客也好，或是来这边消费的人也好，希望能够体验到我们台东慢经济的所谓的对环境的一个尊敬的态度哦。拄得到零碳认证的3间茶园，已经伫茶叶的包装顶面打每一包红乌龙碳卡车的当量，消费者来产地食茶也参与减碳，也有脚步放慢的生活。就很慢活的生活，步调满满的。我想对将来以后，大家都会对这个零碳嘛有所关注。零碳红乌龙即马正做台东鹿野地区新的品牌，不过要生产这种节能减碳的茶米也无简单，需要减少使用机器含原料，慢转来的茶叶用拍的来代替机器砍锁，把茶青除掉，再到室内进行走水、发酵等等的制成，用上少的机器来做茶，安尼也克服天气因素，正做零碳红乌龙生产的关键。它也可以用瓦斯跟风机来做取代，可是我们就是用日光萎雕。那它有一个困难点，就是要非常注重天气。官府表示，这届辅导3间茶园相得到零碳认证，证明台东县会当兼顾产业发展甲环境保护。未来会搁再辅导其他农作物，也正做零碳商品，让台东正做上好的低碳城市。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布袋湿地生态园区是国际级的重要生态湿地。最近公园佮规划生态环境教育空间，而且佮打造唔免用千里镜，就当看到大鸟的亮灯啊！
串联云嘉南沿海景点，大家咧过年行出，袂当去绕绕咧。在这里的时候，就是从12月，然后一直到1、2月这一段时间，都会是非常好的一个赏鸟的时候。可是鸟的数量还是比较多的。带队老师向囡仔来了解湿地动物生态，嘉义县布袋湿地公园重新打造看岛礁的所在。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表示，这个看岛礁的所在，未来实地镜头将秀华岛礁的即时影像投影入去室内，可以细细的看得到那个鸟它的动作啊，在觅食或者在戏水，很有趣哦。我们是会建置一个大萤幕，就是后续会有摄影机，它拍摄到里面的候鸟之后，会直接显影在我们的那个萤幕上面。那萤幕上面它会直接去侦测说这个是属于什么样的鸟类，它上面会有中文字幕会出来。除了有看岛礁甲学习环境教育的湿地公园，云嘉南风管处也推广在地产业，用布袋洲南盐场的盐甲管大的教堂的咖啡，研发出盐花口味的咖啡，要让民众除了认捌布袋自然的生态，嘛会当感受在地的气味。那盐花它本身还有回甘的功能，就是一个口感，所以在喝的时候再搭配底下的咖啡因，你就会大大降低了咖啡的苦涩之外，可是你那个香味是会保留住。旧历过年期间，云嘉南风管处为家己布袋一直到台南的北门，拢有安排真侪活动。毋但有在地物产研发的食食，阁有设置真侪体验活动，要互过年期间来遮耍的民众入捌云嘉南沿海特殊的观光文化。结合在地的一些创意料理还有市集这样的方式来呈现，他希望能够把云嘉南多元的物产这样子来呈现给大家，让大家会更了解云嘉南，然后来这边旅游。云嘉南风管处表示，伫第17线顶面的布袋湿地公园，成员到观测岛礁的顶仔，伫20公尺的范围，就当看到无论顶面的岛礁是全国上近的距离。过年期间是看岛礁上好的时间，欢迎民众亲身来体验这丰富的自然生态。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咱台湾是多元社会，有真侪关注新住民甲移工含咱斗阵生活，因出门嘛有塞车的需求。一个新北的树林，就有一间教训班，是用越南语开课，或者学员学塞车更较轻松。食来了thì chả nhiều bằng, rồi xe tắt nữa buổi hết đúng rồi. 教练耐心指导学员专心上课，毋过详细甲听，即个教练场甲大家想的无啥共，拢是用越南话咧上课。目前伫台湾有合法居留权的越南人将近30万人，考驾照的人愈来愈多。新北市树林即間教練場就推出用越南話教課的服務。Em nghĩ là ai lúc mới học lại thì cũng đều có một cái tâm trạng lo sợ, với lại là mình là người nước ngoài tới á, thì khi ra đường cũng cảm giác hồi hộp á. 負責上課的教練是吳燕英，是一位新住民，在當前來到台灣留學，畢業了後就繼續教練場的教練。原本是伫咧教練場咧負責招生甲翻譯，因為看到需要考駕照的移工愈來愈多，所以伊拍拼去考執照，爭做台灣頭一位新住民教練。Tại vì một là lúc trước là người Việt mà thực sự là ngày xưa là mình không được tự đứng tên xe, sau này là mình có thể tự đứng tên xe máy, đứng ô tô là học để lái ở Đài Loan. Hai nữa là các bạn học và để sau này đổi về bằng Việt Nam. 这间教練場每一檔有400-500位訓練出來學生，攏是越南籍的，運用越南話上課，讓移工考到駕照的機會大大增加。Đài Loan thì em thấy thi bằng nó sẽ dễ hơn, giáo viên dạy nhiệt tình hơn là so với ở Việt Nam. Ở Việt Nam thì em nghe nói là bây giờ thi bằng rất là khó. 根據交通部的統計，這5檔外國人伫台灣因車禍受傷甲死亡的人數翻倍1倍，其中以越南籍甲印尼籍的人上濟。除了加強交通安全宣導，嚴格來抓無牌賽車，政府嘛愛改善考駕照的資訊甲制度，讓移工等等的外籍人士會當合法安全上路。記者綜合報道。下半部的天氣來看各縣市的詳細資料。北部地區18度到23度，中部地區19度到25度，南部地區20度到27度。東部地區18度到24度，
外岛地区16度到21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下晡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下晡3点再相会。